好，同學仔大家好，以下落嚟呢條 Postmark 嘅 MC 講解，我哋嘗試將佢分為幾個 section 去討論。第一個 section 係講緊 MC 嘅頭十幾條，咁我希望做到嘅嘢就係，就算同學數學成績唔係咁好，我都希望你可以撳機撳到啲答案翻嚟。應該大家都好清楚知道，只要你撳到10條 MC 翻嚟，其他全部撞晒一個，你就係 level 2噶啦。咁啊，另外嗰兩三個環節，即係由15條開始去到45條啦。咁啊，非常之希望心目中想攞4攞5以上嘅同學睇晒佢。我希望你喺呢條片入邊學到幾樣嘢。第一就係一啲簡單嘅 MC 技巧，第二就係如何使用你部計數機。第三就係究竟邊一啲課題你係要熟讀，你係要做到背出嚟呢個效果。OK，我哋應該強調過好多次啦。你想 MC 考得好啲，甚至乎你想數學考得好啲，都唔係同你講嘅才智有咩特別大嘅關係。成個 DSE 嘅數學就係背。所以希望你喺最後的最後能夠掌握到背，究竟個故事係乜嘢，個精髓係乜嘢。好啦，咁啊加油開始啦，我哋。